到信息604首，吼，我得有这首信息应该毋捌唱过吼，所以咱等下爱好好练一下。为虾米会选伊呢？敢有人先看今日讲道的主题是啥？就是这个原因吼。然后透过这首信息的歌词，嘛是高志明牧师所写的。伊信仰历程，真侪时阵教会历史经过分而不悔。好，我有偷饭吼，很像布袋戏，分而不悔，弃皮互嘿烧。咱来听看卖，我等下先细声唱一个吼，咱做伙来吟唱。进前捌听过野手，无真好，不要紧好，好就五牧师吼。然后这是郭志明牧师家己信仰经历写真水的诗，然后是罗义道牧师所写的曲。伊选靠调啊，有迄个感受有无？吼，迄个路线吼，为虾米？虽然气皮有互火烧，又阁无烧去呢，这就是咱信仰会当徛在的原因。然后，因为我之前捌上过道牧师的信息的课，又特别分享讲吼，迄最后一句“春天一个到”，迄音爱关起哩，迄噩梦就出现啦。所以咱慢慢来唱看卖吼。好，第一集，预备来。一杯火烧，烧到一里海。
然后礼拜中间的时阵，咱经第4集需要做一项代志，就是唱较紧一点啊。好，咱先来看一个歌词来预备，来做伙来踏入预备来，咱就爱勇敢为主来前进，苦难哪愈大，咱就哪坚信。白话字写苦难哪愈大，然后咱就哪坚信。因为咱领受上帝恩典，虽然有苦难，要搁为着听，勇敢为主前进。所以第4集的时阵，咱唱较紧一点嘛，吼，就靠抒情来调速度，吼，好，第一个音我们唱一下第4节，预备，预备，来。咱就爱勇敢，为主来前进。这是请咱阁献到信心诗的第21首，咱做伙来经一遍，应该有唱过吧？咱信靠的上帝，无所不在。预备，来！主你无所，紧的，快点快！主你无所不在，安尼应该是这样子啦，吼！预备，来！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无所不在，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无所不在。哦，安尼看，敢若互我考试吼，敢有唱过？有啦吼，不过头拄仔迄气配合会小忘记怎么唱，好，再搁一届唱第4集，主你有大权能，预备来，主你有大权能，我主你有大。主你有大权能，我主你有大权能，全世界无人有几人也你，主你有大权能，全世界无人有几人也你，主你有大权能。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平安，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
轮到我要定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往你的圣殿来敬拜。圣诗第21首，主你无所不在。圣诗第21首，主你无所不在，请起立吟全首。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万事都以专业的实力，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有的主，万事都以的主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白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白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成就，对伊降临，对圣神照在世路玛利亚出世真济人，伫本州比咱做人来，咱一定是一个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搁我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爸伫阳光再临来生化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万事修属王爷真信心，对伊爸甲亚出，甲爸亚共受敬拜，当受阳光，伊目托先知讲话，完成一个成公道速度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日写作的水笔，愿期望世人搁我来世的王爷。阿门。听者，黑英文。做伙来读启应28篇。
28诗篇118篇，我来刻会众来印，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报到因；愿阿伦这时的家讲，报到因；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求上主，恳求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互我开公义的门，迄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石的师傅，去厝师傅去山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阿们。咱来大家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上帝，你是主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洁荣耀的圣神。愿听你亲近你，这世间上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上帝。今仔日是妇女主日，阮将一切献予你，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生命的源头。求你光照人的心，开人心灵的目睭，恢复人的灵魂，救人脱离这邪恶淫乱的世界。着拢照逐人的意愿，走往上帝爱阮去完成的使命。你听世间的人，你爱人人得救，无有人沉沦归邪恶的灵，走往灭亡的境界，活伫虚假无五望的内面。愿主的保护也看阮，搁保护阮平安过逐样的灾难、困苦。照你所应允一切信靠伊的人，拢会一直拯救到底。愿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3章1节到12节，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雇羊，伊带羊群入去旷野的西边，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上主的使者伫刺皮的火焰中对伊显现，伊注意看，看到刺皮互火烧，毋过刺皮无烧去。摩西心内想讲：我着活过去遐看即个奇怪的景象，是安怎刺皮无烧去？上主看到摩西活过来要看，上帝就对刺皮内面叫伊讲：摩西，摩西，摩西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毋通阁行活来，着甲你的话藏起来，因为你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伊阁讲：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摩西就举伊的面，毋敢看上帝。上主讲：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苦楚，有听到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因的痛苦我拢知。当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离开迄个地，去肥水搁宽阔、流年甲密的地，就是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利人、亚布斯人遐个族的所在。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我嘛有看到埃及人安怎压迫因。但你着去，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摩西对上帝讲：我是啥人？哪敢去见埃及王，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上帝讲：我会甲你同在，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恁着来这个山敬拜上帝。圣经以上。学了妇女团契要献的诗歌是这一条路。
正道的题目是分离不悔，请吴佩慈牧师。我来说，今天的姊妹大家平安。我毋知影大家今日来到礼拜堂，开始参与礼拜时阵有甚物款无共款的感受无？敢有？拢共款？无共吧？至少头前有穿甲水甲的姊妹坐伫遐对吧？为虾米？为虾米？咱敢有看上报？今日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之日。主要咱姊妹真用心吼，足侪人做参与礼拜服侍对吧？啊，约好爱穿红色的水甲。以外呢，其实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吼，一寡目标，希望咱会当做伙来肯定妇女伫咱信仰团体内底，才会角色，甲咱所有的贡献，甲强调性别的平权。以及上帝形象的尊严是啥物？嘛训练培育妇女参与教会甲社会事工，佮有关怀弱势，甲推动社会公益。有可能头拄所分享的，咱无一定会甲妇女人连做伙吼，想讲，这甲妇女有啥物关系？也毋过咱期待会当按即个目标来迈进，因为咱拢会当加做上帝通使用的。器具，伫咱节活别讲道进前，邀请咱会当先甲咱身边的人、兄弟三甲分享请安，讲上帝祝福互你。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由信心做工，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安尼就恳求祈祷，靠主圣名求，阿门。提出来其实头前2章，其实咱回想一下，会当发现。上帝已经有使用几位女性，有啥？摩西的老母，埃及王的查某囝，以及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透过因来保全人的性命，就是伫迄个分离不悔的异象显现进前，有人已经重新静静伫遐互上帝使用。伫第1章的时阵，咱检采就看见有压迫；第2章，咱看见人伫等待，受到拯救；第3章，上帝开始讲话啊！也毋过，上帝并无伫王宫内底，伊无伫城市内底讲话，上帝选择伫旷野对人讲话。咱做伙来读第3章第1节的圣经节，请。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列德罗羔羊，伊带油军入去旷野的西边，到上帝山，就是何烈山。摩西诚做羔羊的人诶，就亲像雅各嘛伫牧养伊的丈人的油军，伊伫承接家族的传统，嘛进一步加添伊甲以色列百姓的认同。毕竟，伊细汉的时阵是埃及王宫大汉的，然后就伫米甸这40年的期间，摩西合适加做丈夫，加做老爸，加做牧者。咱都讲起的丈夫、老爸、牧者这个身份，常常用来上顶上帝甲伊百姓的关系，特别是牧者这个身份。摩西就安尼会当体会上帝牧养伊的百姓的心。圣经继续安尼写，咱做伙来读第2节到第3节哦。来，请上主的使者伫刺皮的黑暗中对伊显现，伊注意看到刺皮互火烧，毋过刺皮无烧去。
摩西心内想讲，我着赶过去，看即个奇怪的景象是安怎气配无烧去。啊，这气配，因为汉字吼找袂出来，只好写白话字。气配是啥？荆棘吼。上帝用旷野的沙漠，用山、用火来启示伊家己。上帝主动甲人接触，然后摩西生命其实就开始转变啦。气配是迄个伫沙漠中间旷野内底上无互人注意的迄一种一步。有可能像大蛇，也毋过火咧，是真强烈的气力，而且伫圣经中间种种来象征上帝的性格。照咱人头壳会当理解的，气配互火烧会安怎？烧去啊，真紧就烧掉啊！而且发生的代志是气配互火烧，毋过无烧去的。所以咱嘛会当理解，就是性格上帝是欢喜甲伊的百姓三个同在。摩西并无忽略这个真奇怪的现象，伊准备越过去遐看。迄个汉字嘛，就困难吼，换过去遐看。第4章咱做伙来头预备来，上主看到摩西换过来要看，上帝就对气配内面叫伊讲：摩西，摩西，摩西应讲：我伫遮。这个意思的是，上帝无伫遮找起伊说你去，是先叫伊的名。然后咱注意看，伫创世纪22章、46章、撒母耳记上悬，拢安尼。上帝要叫一个人的时阵，拢叫两界伊的名吼。因为讲，咱讲想一个真趣味的是，出来记记，这是第2届有人叫摩西这个名，第1届出现伫什么所在？敢有人有印象？第2章第10节，伊要将伊的百姓对罪人救出来。摩西的名的意义是代表拯救呢。摩西是怎有印象的？伊讲啥？我伫遮，就表示随时的顺服，然后听候主的差遣。第5章，咱继续来读预备来。上帝讲：你毋通惊赶来，就将你的鞋脱起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迄个地真做神圣的地，敢是因为伊有啥物无共款特别所在？毋是，真做神圣的所在，就是因为上帝三个同在。古代敬东吼，脱鞋啊，这个动作就是代表尊敬安尼。而且爱脱鞋啊，是表示来敬畏上帝的行动。你心啊准备要好，然后咱若是有机会继续看出来记个记载，会发现当百姓伫西奈山甲上帝要立约的时阵，上帝嘛安尼甲因提醒，你着脱恁的鞋啊。你该准备好家己的心，亲爱兄姊妹，咱来好好想一下。若是无有敬畏上帝的心，咱有可能只是看一个宗教的现象，哇，气被火火烧不烧去，真奇怪。若是无有敬畏的心，咱的教会只会成做一个有历史的组织。咱教会已经有几年的历史啊，140多年啊，吼，对吗？若是真正互教会留落来的是啥物？是经验吗？是制度吗？拢毋是，要紧的是上帝三个同在。咱接续看第6节，做伙来读预备来。伊阁讲：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就遮伊的名，毋敢看上帝。上帝到即时才按摩西自我介绍呢，咱有发现无？然后即款的讲法，
嘛常常出现伫上帝宣告，爱透过安尼来说明摩西的信仰是出对伊的老爸，然后是出对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安尼传落来的。所以一方面将摩西带转去到伊出生的家庭中间，然后嘛带领伊甲这个列祖的信仰连做伙。摩西就无过是一个人孤单伫旷野内底，照着上帝的显现甲启示，列祖过去的信仰嘛真做伊本身的经验。咱的信仰敢是安尼连做伙吗？虽然摩西因为惊吓将面压起来，也毋过第7章的第7节到12节，咱继续来看上帝甲摩西的对话，发现其实上帝就将摩西放伫伊拯救的计划内底。这中间吼放一个真趣味的，因为我的台语无可能会当读得出来。伫文学顶头有一种叫做首尾呼应、交叉平行结构。好，台语无法表达，再念一次，连中文都不好懂。首尾呼应、交叉的平行结构，看啥？咱有看到迄经节有无？所以头甲尾是啥？上帝叫伊的子民啊，上中是啥？上帝拯救呢？咱以下对吼，上帝讲我要落来。好，所以咱有时看圣经，咱安尼研究一下。上帝讲：“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进入应允的土地。”这正正是做自己基本上要紧的主题甲信息。咱放伫心内底，上帝叫因的名。咱再来读第7节哦，预备来。上主讲：“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苦楚，有听到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因的痛苦我拢知。头拄我有讲首尾呼应吼，我的子民有无？这是规本圣经甲规个出来记第一届出现上帝称以色列人叫做我的子民，而且直接出现，咱迄个时空爱需要对一个，是发生伫因出埃及进前。虽然咱读这本叫做出埃及记对无？要毋过只是因敢已经离开埃及啊，啊未对无？然后上帝叫因做我的子民，嘛是发生伫西奈山离约进前，上帝就安尼叫因啊。一方面就是认同因，因就是我的子民；另外一方面讲得清楚，我要施恩互因啊。上帝要拯救这百姓脱离伫埃及所受着的压迫甲痛苦，安尼称呼其实充满上帝灵命。然后咱应该有看到红色的字对吗？我看到，我有听到，我拢知。第2章捌出现这几个动词，有印象吗？伫第2章的所在是作者安尼写过，也毋过伫遮上帝亲嘴来讲，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当上帝看见了后，伊就有行动呢。伊是伫天顶看见伊的百姓受的苦楚，伊就落来讨帮。就是迄位伫米甸旷野甲摩西相拄的上帝，即时嘛伫埃及，伊有看见伊百姓受的痛苦，有听见因的哀叫。咱来读第8节后半段，好无？来，请，下一页，好，来，请，带因离开迄个地，去肥水搁宽阔、流奶甲米的地。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西人、希米人、亚波斯人，遐会族的所在。
咱伫遮会当看见，怎样来描述迄个上帝要小事应允的土地有3个层次，包括咱会当安尼理解神学甲灵性的，就是肥水搁宽阔，然后搁有迄种物质的生活，就是老灵甲美的地，然后咧搁有啥？遐个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时人、希比人、亚布斯人，就是描述迄个外扩，迄个界限。上帝子民会当经验到的自由，受到的讨绑，毋是只有离开埃及，无受遐个独工的压迫，是包括因未来会当伫受着祝福，有土地的自由呢。咱继续来看第90到第10册。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我嘛有看到埃及人安怎压迫因。当你着去，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上帝讲的话是：因的哀叫透到我的耳孔啊！我有看到埃及人怎样压迫因，就是现在这个事，互咱看见上帝找这个方法，就是伊爱找摩西去见埃及王，然后准备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上帝真毋是人的苦难，但是因为讲菜，咱有可能有一寡痛苦，无人知吼。要毋过上帝。刚才马弟对你讲，我看见啊。有时咱祈祷，敢若无啥回应，但毋过上帝有可能马弟对咱讲，我听到啊。分离不悔的根基是甚物？是上帝计量，伊看到，伊听见，伊知影。刚才咱有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施行拯救，敢毋是上帝的权能？伊的作为？这应该毋是人的责任吧？早一早，摩西怎样对上帝讲话？咱做伙来探讨预备。来，摩西对讲：我是啥人？哪敢去见埃及王，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对遮开始，咱继续看出来，即会发现一项代志。上帝对摩西讲话，你去。摩西讲，袂当，我袂当。然后上帝予伊一个保证，然后摩西继续拒绝，上帝继续予伊保证。我是啥人？现代中译本翻译做我算什么？我是啥人？我算什么？这检菜是一个感觉家己不配的人，真自卑的讲法。嘛有可能是摩西想起来40年前，伊捌杀人吼，所以已经被想必法老的惩罚，伊走去。嘛有可能伊嘛是想起，伊原体想要主持公道，结果互同胞拒绝伊经验。嘛有可能已经做40年雇佣的人啊，伊想讲我会继续安尼活落去。咱刚才就看见摩西心内底惊吓，讲我是啥人？我算什么啊？因真惊，想讲我无法度去见埃及王，足危险的。伊嘛有可能想的，我有啥物困难？我无法度啦，我无可能去带遮个百姓。这句话真是吼，我是啥人？我算什么？这嘛有可能是咱常常在讲的话吼。讲啊，我年岁遮大，讲我无气力啦，我无口才啦，我做袂到啦。不过上帝无照摩西家己感觉所有的气力来回应这4节，咱做伙读预备来。上帝讲：我会甲你同在，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好，安尼就好。我会甲你同在呢。咱好好想者，带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毋是摩西一个人，毋是上帝直接带百姓出去，是
安怎？上帝对摩西讲话，互摩西诚做讨帮百姓的器具。当摩西听到上帝的命令的时阵，旨意的时阵，伊安怎？伊无直接真消极的接受呢？伊拒绝上帝呢？敢毋是？要毋过伊的拒绝嘛受到上帝的重视。上帝真积极的对伊讲：“我会甲你同在。”人有可能感觉家己软弱着，确实咱是软弱的。要毋过上帝回应的话是：“我会甲你同在。”这是上帝以家己的本性，互摩西的第一项的保证。而且“我”这个字原文是“我是 I am”， 就是未来咱看到上帝启示讲：“我就是我。”我是自然而然上帝迄个我是。摩西伫烦恼的是，伊凭什么去见埃及王？伊凭什么去引带百姓？也毋过上帝甲伊讲，要紧的毋是你是啥人，要紧的是我找你去。第二项的保证是上帝以家己作为来诚做保证。咱来看12节后半段的圣经节，做伙头预备来。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恁就来这个山敬拜上帝。摩西是感觉家己欠亏亏力，伊无有权威，要毋过上帝一摆搁一摆用家己的神圣的同在扶持摩西啊！上帝三角同在这个证据，就是摩西伫山顶已经验到的，未来上帝百姓嘛会做伙经验。当人顺服上帝的时阵，上帝作为会当显现的。咱若是只有看我无的，咱看袂见上帝有的，敢毋是？当摩西抓条迄个证据的时阵，为主做工会当一尽形通。今日的圣经上，咱安尼听听踏踏的，毋是看咱是毋是会成功，嘛毋是看是毋是会顺利。要紧的是啥？上帝会甲你我同在。亲爱兄姊妹，伫旷野内底，迄个气皮互火烧，也毋过无烧去，因为伫迄个火内底有上帝。分而不废，即个气皮是全世界长老教会共同使用的记号。为虾米？因为即个记号宣告一项代志，即个教会是有上帝三角同在教会。然后，即个教会是有经过火的烧，分别做成的教会。这是一个伫压迫的中间，永远会当有生命力的教会。第三天放假吼，有人在庆祝，安尼讲就恐怖的，为虾米？咱爱纪念，咱爱纪念。是啦，伫历史中间有人想咱，可能因为毋是阮兜甲阮无关系，就无感觉。要毋过，这个历史留伫咱台湾，留伫全世界。信靠主的人，毋是拢真顺利，无苦难，完全毋是安尼，甚至真侪时阵，互上帝互咱考验。咱教会顶头都有迄个图嘛，咱拢知嘛，就是迄个记号，回想。咱已经经过140多年的历史啦，咱嘛做伙经验时代的火在烧，有诚侪挑战，有一寡痛苦。要毋过咱教会敢有烧掉？太沉重，大家都没有人回应。咱教会敢有烧掉？有无？不好意思，问了第二次，终于有人摇头。要毋过，咱继续留伫遮，毋是咱坚强，是因为上帝三角同在。
会记哦。倒转来想一下，真侪妇女伫家庭中间、伫教会内底、伫社会中间，拢是静静伫遐守望，对无？火焰顶到，也毋过无消灭因的信心甲呼召。今日咱毋是只有回首过去，毋是只有听即个足久足早进前，上帝对摩西讲遮个话。伫今日，上帝犹原伫火焰中间在呼召咱的。今日练信息练较久吼，练较长，讲牧师搁紧一条毋捌唱过的诗歌，对无？无遮尔好唱。要毋过，迄真正是高主任牧师信仰经历，伊写落来迄个歌词，咱下个字气配互火烧，烧到真厉害，总是无烧去，犹原伫徛在。信徒受苦楚，夭久无累志；教会受迫害，反转哪兴起？咱着爱勇敢，为主来前进。苦难若愈大，咱着哪坚信？迫害有可能临到咱教会，也毋过袂当阻止福音继续往头前迈进。既然检查会临到，也毋过受上帝犹原甲咱三个同在。愿咱即个世代妇女，也愿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诚做分离不悔的见证，会当伫火焰中间徛在，会当伫上帝呼召中往前迈进，伫上帝三个同在中间得到快乐，请咱同心来祈祷。现在做上帝，你伫旷野中间往摩西显现，嘛伫咱生命中间迄个旷野对咱讲话。你是看见、听到、知影咱痛苦的上帝。主啊，阮感谢你伫历史中间兴起真侪妇女，是忠心的，伫压迫中间保全性命，伫困苦的中间掠条信仰，互教会犹原会当伫火焰中徛在。求你赦免阮的软弱、感觉自卑，当阮伫讲。我算什么？我是啥人的时阵，互阮会当真心听见你的应允。主，你讲你要甲阮三个同在，求你互阮的教会，毋若只有纪念历史，搁较侪爱活出你的呼召，毋是只有伫讲公义，只是爱实践主你的怜悯。毋若经验火焰，搁较见证。分离不悔的恩典，互阮伫你的会中，搁较清气；伫苦难中间愈坚定，会当一生延续你的性命。愿安尼祈祷，靠主圣名求，阿门。正诗第604首，欺骗互火烧，请起立吟全首。总是无想起。
真姐妹来书写。请起立，迎红献诗。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慈悲上帝，你保守看顾阮，日日出入一切拢顺时平安。阮献上感谢，今仔日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互阮妇女有份来你面前服侍，你也互阮一生中，互阮有盼望，互阮伫幸福中揾对你，互阮喜乐中会当来甲你三角伫咧，阮献上感谢。这是阮逐人奉献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福音事工的运用，求主你亲自来活力。阮安尼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请坐。报告之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伊注意看到刺癖互火烧，毋过刺癖无烧去。出埃及记3章2B节，请注意看到刺癖互火烧，毋过刺癖无烧去。出埃及记3章2B节，因注意看到刺癖互火烧，毋过刺癖无烧去。3章，咱大家来看周报。周报第一页、第二页是服侍表甲聚会时间，请咱兄弟姊妹踊跃参加。第二页有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就要去问办公室。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大家为妇女事工代祷。3月份1月的中节，长老是穆桂英长老，执事是黄慈辉、黄腾义执事。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01教室爱开长执会，会后要开小会，请咱小会员爱会记的。下主日葛兆西牧师要来陪灵，请大家爱注意时间。教会消息：115年度的励学金要开始申请了。如果家里有孩子、孙子要申请的，请注意截止日期是3月29日。请牧师补充报告。我伫遮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头一项爱多谢今仔日，因为妇女事工纪念主日，
咱的姊妹伫遮的献诗甲分享，所以咱拍破啊来多谢因伫咱中间所做的见证。咱若有看到因穿红衫，就知影其实大家拢有当穿红衫啦吼。不过因今仔日特别穿红衫伫咱中间来求上帝特别祝福也赏赐。我相信这是咱教会真特别也重视，也是要紧的一群体。求上帝特别祝福妇女伫咱的教会、伫家庭、甲这个社会内底所付出贡献。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会当看见这个，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我要邀请咱大家后礼拜，咱做伙来到教会来参与台语加华语的礼拜。换一句话来讲，假使咱若愿意，当然语言顶头会有两场会无共款，总是这两场我相信会当帮助咱个重新来思想咱的教会。葛兆新牧师过去捌伫咱的教会担任神学生，所以这回咱个特别邀请伊转来，所以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若会使，就将后礼拜日早起时的时间拢留落来，做伙来参与。这是伫遮要邀请咱大家。假使咱若有更较侪时间，欢迎伫遮其实。真歹势，并无写起哩吼。有一个世界公道日，后礼拜的早起是拜六，的早起是第3月7号的早起时10点，要伫咱的教会遮举行。虽然这是用妇女为主的世界公道日，总是。爱欢迎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不只是妇女参加尔。所以这场至少目前，阮知影是新竹中会的妇女事工部，至少目前报名有260名，会伫咱的教会来进行。所以欢迎咱大家若会使后礼拜的拜六早起时10点来到遮，会当参与这场的世界公道日。今年是为着奈及利亚这个国家来祈祷吼，多谢因的补充啦吼。最歹势，因为咱的周报无放伫顶头是阮的失策，总是要邀请咱大家后礼拜拜六3月7号早起时，咱的教会有举办新竹中会妇女事工部有举办世界公道日。爱报名，所以要请咱大家，因为是爱准备便当的吼，所以请咱若会使来欢迎咱的办公室干事来报名，好无？吼，这是像是后礼拜下晡，咱会有一场的中职同工造就训练会，也是请葛兆新牧师来主持。所以葛兆新牧师来，咱就一遍啦，使用到尽啦吼。真正对拜六的下晡到礼拜日规工吼，因为礼拜日下晡，这个是专门针对敬拜俄勒的敬拜团葛兆新牧师有这方面上帝所赏赐的恩赐，所以也当好好来，互这敬拜团有这训练。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伊来会当成做咱教会的祝福。不过要紧的是，咱领受这个免搁继续落去，这才是要紧的功课。愿上帝帮助夫妻。上尾一项我来补充报告，就是好好读圣经的这个查经班。我已经甲文英老师已经参上好势，因为拄好伊最近厝内底咧照顾妈妈，所以。时间会延后，就是对3月24号开始，所以这个报名的时间会延后。详时要邀请咱尽力来报名。除了这个教育部所举办的这个查经班以外，线落来对3月10号开始，
每礼拜二的暗时7点半，有一个查经小组。这个查经小组，我要邀请咱大家啦，假使咱若愿意，对后礼拜开始嘛会刊伫周报，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对，欢迎咱大家啦，下晡时间袂拄好，暗时嘛会当参与。总是这个查经小组是用逐礼拜进行吼，要伫组织长老这个事务所内底来进行。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搁较互圣经的话所激励、提醒、甲引带。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疼痛，信心感动，引带，甲咱三个伫地，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田乐密道。真歹势，我伫遮嘛补充报告，咱昨昏昨日有举行带素人姊妹落火化甲个别礼拜。志云伫咱中间，所以即时我要请志云徛起来，大家致意，多谢咱大家伫即段时间的安慰、带导甲关心。上帝帮咱扶持吼，帮咱扶持，互这个家庭真正有上帝要来祝福。请兄弟姊妹互相问安。